同老公結婚9年時間，之前嗰幾年佢個月工資都準時上交嘅，但係最近1年半載，嗰隻死產工資又唔上交，跟住查佢手機就發現有偷偷地喺網上撩騷，又出去叫雞咁樣，即係呢種案例係好普遍嘅，喺好多已婚嘅夫妻當中啊。之所以出現呢一種情況，一定係兩夫妻拉窗簾唔合拍，個頻率唔夠高。後尾我一問呢一個網友，女網友，佢話佢同佢老公1個月先拉1次窗簾，個頻率太低。即係男人啊，之前九師傅都講過，佢係2條水喉，兩條水喉當中是但一條你鎖唔住佢，另外嗰條就會跟住出去噶啦。你同佢拉窗簾唔合拍，好，佢就出去揾其他人拉，佢揾其他人拉，佢啲錢就跟住出去噶啦，工資就唔上交噶啦。所以呢一種情況，你一定要想方設法去提高你同你老公拉窗簾個頻率，不論如何要提高。佢唔用喺你度，就用喺其他女人身上噶啦。跟住佢個老公係喺體制內上班嘅，反正你就搏命去提高拉窗簾個頻率。如果佢個老公唔就範嘅話，就搞大佢，就發惡發爛渣。佢喺體制內上班，就搞大佢，揚開佢，等佢老公份工都冇埋。